但是今仔局长黄宗仁被换掉，按今年1月到今从不断。黄宗仁敢讲，伊是查会查到不应该查的人吼，所以被换掉。这按民间的传说，该本人讲，在阮的史料当中都证实吼，伊手会走，啊，真正伊手会走吼。我想司法应该独立，爱公平啦，特别需要警察是为国家做代志，不是对百姓做代志。被换掉，我们认为不应该。政治力介入呢，那我认为不可取了啊。那么好的人才为国家所用，但是台南市我们要的是能够拼治安的一个好的局长。那对这2位局长过去的在警界的资历啊，跟他们的政绩啊，打击犯罪我们都可以肯定。但是美中不足就是有这个政治力介入的传说啊，这是对这一次的局长交接真正是美中不足，都可见台南市民啊对黄宗仁局长的政绩是蛮肯定的。那也期待周局长啊能够带给一个新的治安的新气象。不会，就你所了解，这所谓政治力介入是哪一介入？我想。在各个单位都会有一些派系嘛，但是当苏贞昌上来的时候，从国营企业啊到各单位的人事，就是用了，包括这次高阶警官调动啊，切豆腐切成3梯次到4梯次，这个在过去都是打破惯例，所以我们认为说，请苏院长啊，不要把太多的政治力呢介入在公部门的人事调动里面。议员们已经开始担任立法委员，所还没有担任。议员们应该是对于台南市的这个治安工作来期许这个警察同仁，而不是介入警察的人士。过去有风闻，其实过去的警察包括升迁、包括考绩，都有一些地方政治力量这个地方政治力量介入的这个传闻。所谓地方政治力量介入警察的升迁跟这个考绩，其实坦白讲，过去传言也蛮多的。那在黄前局长的任内，他是努力抗拒这种政治力量的介入。我们当然会延续黄前局长的这个用心跟用心继续坚持原则，也就是警察的升迁跟专业必须秉持这个专业的这个部分来做升迁跟考绩。那么，如果这次有人认为说是升迁不公或者调动不公，我们觉得其实是可以拿出来说公平的。但是如果任期满了，调动是属常态，任期中的调动是属非常态。但是不论常态跟非常态，都是要有一个适切的理由。对，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然后跟随市长来这边从事治安工作。然后最重要，我要推动的是这个社区警政。那社区警政的精髓就是希望能够跟民众互动，能够有民众的参与。那我们从这个民众参与的过程里面，警察的深耕情绪，能够有每一个人跟民众互动的机会，然后发掘治安的问题不管是忽悠的安全工作也好，或是安居扫毒工作也好，或其他治安工作也好，我们都希望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那其他，我们现在目前最重要就是科技的这个犯罪侦查所以我在科技侦查的部分会来加重训练跟这个推广那所以这个部分，以往我们有很多的案件如果没侦破，我们希望说从这个部分能够来加强侦办。不枉费公帑，不滥用人员，不营私舞弊，不接受贿赂，如为誓言，验受最严厉之处罚。其次，宣誓人周佑伟，中华民国108年7月22